未來嘅世界會係點嘅呢？我哋嘅社會、國家會有乜嘢變化呢？未來我哋會有乜嘢挑戰呢？我就快升讀高中啦！新高中學制俾更多機會我哋去學習思考，去發揮想像力同創意，去探索同掌握新知識，透過不同嘅學習經歷去全面發展自己嘅潛能。我已經選擇好發展嘅方向，我會不斷學習，創造未來。334新學制，我思我學我見未來。新高中課程打破框框，唔再局限文理商，學生選修有好多選擇。現實係咪咁呢？呢間中學開咗11科選修，由旅遊款待到社會關懷都有得讀，每個學生揀2科。不過其實冇得任揀，學校已經將科目預先組合，仲定咗人數上限。咁讀資訊就冇得讀設計，想讀企業會計亦都唔可以同時修讀物理。咁成績好可以揀先。無論係即係嗰個時間方面啦，或者係嗰個人手安排啦，咁如果唔係你都幾難去做到樣嘢。甚至乎可能大家讀大學嘅時候都有啲情況，大學應該好多都自由選擇，但係亦都有啲排除唔到有啲機會可能2科撞咗時間喎，咁你揀唔到。咁但係而家咧，因為新高中學制咧係全部一齊會讀中六㗎，嗰個學生嘅人數咧係比而家係多3倍，而呢個學生嘅組成咧，我哋特別關注就係有一半人佢其實咧係未能夠達到中英5科會考合格呢個 level， 但係佢哋將來會係新高中學制讀到頂嘅。另外咧，大約有6000人左右咧，佢係我哋俗稱所謂零分嘅學生，即係話佢哋過去如果用呢個水平去考會考咧，係全部攞唔到分。但係因為新高中學制嘅緣故咧，呢一群人佢將會係讀足6年嘅。咁當然即係能夠讀足。嗱，啲家長咧對於呢個教育改革咧，個心態好簡單嘅，教育改革梗係好啦，不過唔好改我仔喎，我個仔喺拔萃讀緊，係咪？教育改革我哋贊成㗎，不過等我仔畢業先改啦。我讀緊中三，係初中定係高中？中三咪初中，最後嘅1年咯。好，咁啊，明白未？改革方面。我讀完中三係咪就可以畢業㗎？讀完中三咧，你可以唔讀書，不過而家已經改咗咧，我哋免費教育已經去到中6㗎啦嘛。有冇搞錯？一定要讀到去中6？